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梁希彤，今年5歲啦。你唔好睇我細細粒，其實我講歷史故事同做小導遊好叻㗎。唔信？咁你哋就坐定定聽我介紹啦。如果大家問我，希彤，香港邊個地方最好玩？我一定會大聲話俾大家聽，係啟德啊！因為我就係住喺啟德嘅中心，每一日一打開窗，哇，就會見到又大又靚又好宏偉嘅啟德體育園。講起啟德，在場所有嘅大人一定會諗起以前嘅舊機場，但對我嚟講，我最鍾意去呢度睇演唱會同埋去跑步。今日我呢位小導遊唔單止想同大家介紹我住嘅地方，我更加想帶大家一齊走入啟德嘅歷史故事。媽媽話我知，啟德好耐好耐以前係全亞洲最繁忙嘅機場嚟㗎。聽講以前嘅飛機呢，每幾分鐘就會喺大廈嘅樓頂好近好近咁飛過，我覺得好震撼。而家每逢有飛機喺我頭頂度飛過嘅時候，我就會諗起以前嘅舊機場。我仲會話想要一日有架大飛機喺我屋企露台度飛過，仲會同我打招呼添啊！大家知唔知啊？啟德係全世界最危險嘅機場嚟㗎，因為飛機會喺獅子山同高樓之間急速轉彎㗎呢，一唔小心就會跌咗落維多利亞港。唉，好彩香港同我一樣發展得好快，機場已經搬咗去赤鱲角，舊跑道變成香港而家最驕傲嘅啟德體育園。多謝大家聽我呢位小導遊嘅分享，得閒嚟啟德搵我食雪糕啦！